大家好啊，我叫阿 Cat 啊，今日嚟到睇彩興苑個單位，佢係間咗3房嘅，請各位睇下片先。個單位係379尺，但係佢都可以間到3房面積。咁房間睇起上嚟係非常之寬敞實用嘅。特別提到佢單位係向南，房間係睇到啟德區嘅體育園嘅。就仲附帶啲海景添。OK， 今日我哋就睇完呢個單位啦，大家覺得點呢？如果鍾意嘅話，可以隨時聯絡我啊 Cat 啊，拜拜。